嗨，大家们，大家安。对，现在你们有声音吗？你们现在有听到吗 ？Hello， 喂。啊！哇！现在已经有了。哎呀妈！大家都在紧张吗？大家都在紧张。我头到我刚刚就说大家晚安啊！我今天有收到老师的老师的那个提醒，就我收到老师的提醒，就是讲话要慢。好，那我们再讲一次 ，Hello， 大家慢，大家安。对，那首先呢，对，我们一开始要来就执行一个我们神修的传统，叫做打招呼30秒，就修就门30秒。打招呼30秒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等等，就是我等等会喊30秒开始的时候，对，就是30秒开始的时候，然后大家就看那个，现在不是隔壁我们有跑很快的留言板吗？对不对？然后你们大家就我加速有好不好？先抖个动画30块，多下一来演。对，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会有人抖。我们30秒都还没有开始，你太快了。好啦，那等一下呢，就是你们就是看我们的隔壁，然后你们应该都有招呼语，对不对？然后这30秒呢，你们看到谁就跟谁打招呼。所以有些观众基本上给他礼物，可能有几个观众可以收到2个，好不好？2个我们的打招呼。好，来，那大家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了吗？阿伟什么意思？婆妈妹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应该。然后有旁边的人在气喘了，没关系，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先给他30秒，没有啦，好啦，那我们准备好了，大家都准备好的话，我要30秒开始哦，来，预备，30秒开始。百叶白兰，最胖吧！大家都来着！你出去把小店上打 call， 阿曼，大家晚安。你挖哥，阿哥，来第一排手举起来，现在好，可以，结束了，太慢了吧？对，下面是空的丢面啊！等一下我完蛋了，小蛋就是公司小编就会传讯息过来，说我今天没宵夜可以吃了，已经没有时间了啦。我看无呢，就是今天收紧，今天没看到，好不要紧，好结束，反正就这样，好已经没时间了，好恭喜韩国，我的耳膜死掉了，我也觉得，你知道我头都根本就没看到，刚刚根本就没有看到，臭弟弟一定是听得懂的啦。那他们应该有收到我们的爱。好，那我们在正式的，好不好？就他进写，给他带一带，还有各位 V 的信众们，就是说一句大家好。那我是卫视店的地基主骆雨山。大概这么我们要帮你造势是不是？不是，我在等。我们是要帮你造势。哦，会使啊，都算，好不好？对，我们是要选举。好了，然后呢，我们帮下一个嘛，好不好？来，下一个，我们的第2个主持人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大家阿曼高炸，我是昨天讲的9点半录大力单的心，耶！嗨，乌哦！总之这时候只要喊一句乌哦就对了。哇，什么意思？乌哦。然后今天龙鼠孔妈妹将回去啊，他学到的就只有乌哦，乌哦不是一个乌哦，到底是可以用在哪边啊 ？Q 乌哦。好啦，怎么相信大家对，基本上相信大家哈，基本上经过已经有一定在家攻击这个联动的消息了，而且大家其实都蛮期待的。那首先呢，我们要感谢妙公春雨、无名 life 以及恭喜大一代几盖爸爸有这次老爸鼎力的相助。我们聊天室的旁边请帮我们刷那个帕婆啊，拍拍手符号哦！耶！你们要记得按赞。
对，记得帮这个频道按赞，还有订阅，对，是的，一键3连这样子，对，好，来，小蛋姐，好啦，反正红色的符号，敢若是会手，不是拍破案呢。前面没有他们，因为他们现在在刷那个红色红色那个是 Hello， 怕破案不是这，哎呀，后来的那相信大家因为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期待说今天的节目内容跟企划，但是呢，作为一个好的代言人跟主持人，重要的应该就是卫教，对不？对，无唔对，就是安尼。然后呢，就咱今日欢迎，今日就最大各大熊哈口，而且就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的来宾，像各位一起掌声加尖叫。今天开头的尖叫好像有点多了，耶！好啦，然后头起先是咱的上大尾台湾 VTuber 啊，蓉蓉叔空妈美甲。好，等一下，紧张。没关系，慢慢来。嗨，台币？刚讲台币吗？对，台币，承认，快点。我不是台币，你应答了，没有，所以赶快承认，快点。皆さんも日本のチンチラに育てるために日本チンチラ魔法協会から派遣されました。我叫龙龙，是其中做自家，我不是台币。好了啦，2023了。好了，那听说你听阿公你台语就好，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这次有邀请吗？因为听你的粉丝说，对农民跟龙包候补生说你的台语很好，所以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台湾的子民们有什么话想说的？那呢？有什么事？我给你可以给你说吗？可以啊。我的粉丝应该是骗你们的，他们应该是骗人的哦。没关系，我这个人没有关系啊，我们听真话这样子，对啊。好，那我身上有一个黑杠，对我刚刚才发现，不好意思，拍谁？来，我调整到了，好，来，哪呢？谁什么？你调整，都来，好的来，有，我先调整好。当时，第二个人就是咱上高水的少年嘛，17岁洛克洛斯特。皆さんどうも。等一下，我是要用台语自我介绍，我要用台语自我介绍吗？嗨，这是最可爱的日币这样。台币，不是台币。皆さんどうもロコロスト17歳錬金術師ですけどだけど我是ロクパンケーキ大好き。パンケーキ的台语是什么？叫做米狗碰饼，嘛有人讲给他饼，就是两个都可以。米狗碰饼，你知道碰饼是什么吗？什么？碰饼它就是台南的一种，好像是台南蛮多的一种食物，它就是蓬蓬的，可以泡牛奶或者是煎蛋。对，就煎蛋，就是你可以灌蛋下去。对，然后就是台湾本来就有那种饼啊，可是因为美国也是来了一个 pancake 嘛，叫碰饼。你直接说 pancake 其实也好像也可以这样。对，原来如此。总之我是17岁的炼金术士洛克洛斯特 Desma 里面那个台语应该是最差的那个。嗨，不知道为什么会找我，总之请各位多多指教。嗨 ，Hello，收来，左边的那个台语都比我好很多吧？你谁吗？这是什么？这为什么会两个人为什么都有了罪恶的微笑呢？那我也不知道。那接着呢，就是咱这个假醋逼的台湾冰秀，就是我们会吃邻居的台湾猛兽库巴，掌声欢迎！卖有别个别食人，我无咧食人，卖有别人讲。大家好，我是库巴，我无食人，Thank you，我就甲讲台语，我感觉我家己就能回来。台语熊，那你们还有什么？你说什么东西啊？我的天哪！我说我觉得我很会说台语，然后我没有吃人。对。好的，你吃了我。你吃了我，那也是吃没有，对不对？他
吃同伴不算人，对。松饼的话应该不算吧？松饼不算人吧？就是好，下一位，好，下一位。哦，来，我们接下来赶快啊！那还有呢，我们快要被吃掉的一边的那个咱今天的低卡，就是当备用粮食的低卡纯租界。对，刚安呢，安我先来找，就是故意排在旁边的。拜，没。好啦，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高雄上在地低卡啦。我是屯珠机迪卡，大家晚安，大家好。今日真正就感谢咱的行销团队邀请吼，感谢罗兰哈各位。为什么看？我搬客气啦。现在听起来有淡薄参像迄个什么造市场，就说今日真感谢大家吼，各位啊，请大家倒看详啊。我们这一台其实是造势台吗？等一下，苗民在生气呀吼。对，快点大家，对啊，大家要。就支持一下。好了，那谢谢。你自我介绍已经自我介绍讲完了吗？啊，我应该是讲了啊。应该讲了。哎，我有最后是咱这个乌米来飞慢的小朋友呢。晚上好，我是乌米来飞2次老师优娜。我够逼了。讲好快，我刚很快吗？我高兴的，你讲完啊？哦，真的啊，对啊，你刚刚讲，那你还有 Yuna 同学？请问 U 同学应该蛮不像你讲啊 ，Yuna 同学，你的小改掉啊，那是简洁有力。好，那今日全部都是妹妹呢，全部都是女生，那是安怎？阿姨。所以讲今日我伫咧遮应该是爱为大家服务，就展现一个迄个咱的君主风度，就我要展现一下我的绅士风度，对吧？对吧？哎呦，绅士风度，什么叫做？那个是光明啊？应该还可以是马西哥也才救一个嘛，还是可以再救一下的，对不对？你有绅士风度。对吧？应该是有吧。现在叫不会，大家都讲话。好啦。我刚刚想了3个，你有绅士风度是什么意思的？我今晚是在等迄我在等大家接梗哦。现在回答恭喜安诺为什么那么困难？是现在大家都是难聊人，是不是？难聊。下一个，好，下一个，耶！来，我们介绍游戏啊！那给阿里送的其实是我们今天玩的啊，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以心传心》吧？它就是一个猜字句的游戏啊，规则就是这样子。规则是这样子啊，大家现在是在前面排站大家都站好了，对不对？基本上呢，等一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动，不会有什么大改变啊，不会有大改变，就恐怕每一题东西逃一个，就是它一直都会在我旁边，就是逃第一个。对，那读我们这次题目的人，我今天就是要读。我今天就是要跟他讲，然后他会传下去。对，那陈玉欣呢？陈玉欣呢？底蛙标界、胡马写这陈玉欣呢？他身为就行为界台语 VTuber， 也爱负责，他还负责猜出你们今天传话的内容。就是孔妈妹待会呢会传给那个旁边的我们的碰面。对，我刚刚为什么临时忘记你碰面？我说送饼吗？好啊，那个我可以离开了吗？没有。主办单位连我的名字都忘记了，主办单位。难道你不是吃的了？ロコロスト啊！真的对不起，我等出了碰面。新的名字吗？碰面。我在现在，你不要做直播都说啊，不要跟阿嬷碰面，你闭嘴哦！不要跟阿嬷碰面啊！可以了，闭嘴！会使，我会使。
我等下我以为你叫我松饼下播直接被杀死，这样被金主碰杀死。的碰吗？碰壁对，那我们今天要稍微，对，我们今天要稍微换一下，我们等一下要稍微换一下那个大风吹，因为我们等一下就是陈奕迅有指定我就是有特地的棒次，第一棒呢就是我们的孔阿妹，第二棒是洛克，第三棒呢就是库马，所以库马呢要走到这边来，对，还要站到那个Yuna 的位置。那我会不会传一传就被吃掉啊？不会不会，在旁边的要注意一下，对，在旁边要注意一下，对对。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的第四棒就是我们的迪卡，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最后一棒，它是我们的 Yuna 这样子。稍等我一下哦，Yuna 被我吃掉了，对，他被你吃掉了，Yuna 被吃掉了，他被哪里打？哇！好，所以迪卡应该是不用换位置吼。对，你应该是在对耶，我不小心跳到第5棒去了。对，你刚刚走太过来了，你走太过来了，篡位了，慢慢走过来，再走回来，再回来，对，然后反正等一下呢，就是会按照这个方式呢去传话，对，然后最后呢，他就是要就陈立新会告诉我，那就是他正确的答案。那今天等一下总个题目呢有5题哦，当然是5个题哈，有5题。那你呢只要答对3题，你丢3题就过半，然后我就会答应你一个要求，我属地还要进行恭候的嘛，我们之前讲好的，对，那具体是什么我现在也不知道，你现在要跟我讲嘛，你基本上赶快跟我讲。先生，小米，他的声音是不是不见了啊？杨旭，你今晚没声呢？他真的没声音嘞，完了，哇，赢了，我没听到，今天不用那个，不用呀 ，OK， 他没声音嘞，那这样子我们没有做达人了，哇，对啊，收到我姐哦。女性今晚女性愚人节，女性今晚你是不会去倒位啊？跟正来，你要不要先出去再进来一次？有啊，那个DC先出去一次，怎么有了？有啊，伊偷偷嘛有啊，有啊，今晚有啊，哇，上灯来了。你去讲话一下。哇！伊看无听，我们那个每次直播一定会有意外的，难的嘛。哎呀，那你今晚刚才讲，我刚刚偷偷讲话拢无人接。帅哥是，我们是调缸。我刚刚就看他嘴巴里在那边动，就知道事情大条了。对啊，我头头就一直想讲，不是啊，我们属地还不是对个卡布，我就说他为什么一直没有接我梗？全部是读伫我讲话，证明讲话。我就想讲，现在我得家己主持，我就想讲，但是这把是安怎？这把是小跟丢型。为什么？他是太紧张吗？没有，结果他的麦克风直接没有声音，我操！好了，然后呢？一定是你搞紧声。什么？什么意思？你头头我小弟爱去甲迄个阿呆开会食宵夜，你小弟你莫甲我害，你知影无？好，然后呢就是咱继续。那你刚才已经爱讲要求啊？你要跟我说那个要求。我的要求，嘿，我的要求是啥？哦，我爱甲你讲嘛。什么意思啊？听这个讲去。你有声嘛？那是我今日着3题，嘿，陆生特别带我去食咖喱，食到饱。我刚刚想的那样，我觉得咖喱饭，请你吃咖喱饭是可以啊。那吃到饱这件事情，我可能没有办法达成啊，可以吗？会使吼，袂使。你若无答应我，我就要离开啊。你离开，不是啊，你离开那你就输了，也没有什么差。那好，我们刚刚好，今天就没关系，我们今天跟亚里来做这部我们今天来做节目，那当然就答应他，好不好？那我还会谢谢你啊，再带你去吃饭哈。那单独先呢就是苗公叫我讲爱对你较好嘞，他说。他在这个企划里面呢，是让你可以申请，就是中间的人会使换2届，
我再跟大家解释一次，他申请这中间呢，如果他觉得好不好，想要调人是可以的，你给他选后哦，我好你给调人啊。对，反正就是现在的顺序其实是你们现在的排序嘛，对不对？你们排序现在是这样，对。可是他们可以，他可以换，他可以说T B B 我要换这样子，有那改水大概有听有不？这样大家都有听懂啊！哇，假说有用啊！其实大概开第一台的时阵，大概开迄个第一海信的时阵，下骹一定会有人讲有哦，不知道什么意思。好，听不卖公布哦。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咯。对，直接开始吼。好，可以噻。那我感觉咱先唱就是气声一间。不要讲，不是讲你对我较好咧。会使。好啊，会使啊。什么意思？后来来，你看我前面我讲。我们在想着，他如果没有说的话，好不？那你给他1就算啊。好来啦，来，然后呢，一开始啊，好，我们现在开始的话，那孔妈妹讲，然后我们现在呢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离开的时候在因就不会看到，他们就不会看到那个题目。我要先跟你讲那个正确答案，来，那我们一起上去 ，OK， 来，好，那现在你听到我说话吗？你有听到我讲话不？有听到，你听得到我说话。好，那我要开那个正确答案给你看哦。来，第一题，这是示范题而已，所以比较简单。这个词呢，念作撇地色。撇地色，对，很标准，就标准诶，撇地色。撇地色，嘿，你觉得可以了吗？撇地色。好，撇地色，好，可以了。好，撇地色，撇地色，好，撇地色。所以，那我叫洛克上来咯。好，给我些碰标准来。好，来。好，撇地色，撇地色，撇地色。啊！撇地色，撇地色，撇地色。3个字吗？对。你说什么？撇地色。撇地色，对，你讲一个撇地色。好，那孔妈妹，你先下去聊天哦。对，我请下一个人来咯。下一个呢？撇地色，没关系，你就传下去就好了，你就传下去就可以了。来，好，给说。嗨，库玛，我有写无？撇地色在哪里？撇地色，撇地色。撇地色，撇地色，基本上是对的，基本上是没问题的。撇地色，对，撇地色，他们应该是撇地色。完蛋了，我觉得我今天好像会输。撇地色，你先准备好请客。撇地色，什么意思？应该是我下试试。好，我知。好，来哦，那洛克，你先下去聊天哦。那我要请迪卡上来啦，来，再来迪卡。现在听得到声音吗？迪卡，我刚听到我我开始哦。来哦，干嘛？来，撇地色，撇地色，撇地色。这是就第一人，知无？对啊，就是撇地色啊，对，我知啊，这就是第五啊，撇地色，这是第五啊，我知啦，好啦，简单啦，完蛋了，就来兰博人完蛋了，我真正，好，OK，会使啊吼，然后传给Yuna讲啦吼，我讲我真正好来哦，哥，即马Yuna入来，安尼好来，Yuna，你敢有听我声？有，有哈，来哦，来Yuna讲，我要讲啊哦，撇地色，刚听有，撇地色，撇地，你一定知，你一定知，撇地色，再一次，撇地色，撇地色，不是句子吗？我也以为是句子啊，
这个他气缓碟尔啦，真的就让他气缓碟啦。漂的是，这个就是试玩而已，漂的是。漂的是，好，这无算婚哦，大概这刚才有互伊气氛。漂的是，还好有让他试完，哦，不然我可能就是爱车咖喱啊。然后呢，漂的是，好。有哪会使啊吼？然后呢，底卡你先落去，你就去下卡，哦，好来，单独先。哦，够差，你真正是救命！恐怖呢！来哦！啊，漂的是，好像漂的是，路上咱讲好事，就是出台语字、台语词、对啊，台语词 ，You not again， 漂的是。漂的是，伊讲啊做清楚的啊，清楚，然后呢，你讲，last again， 漂的是 ，last again 是日文加英文是吗？有吗？漂的是，伊讲的就清楚的啊，你讲的就清楚的啊，漂的是，漂的是。对，我是欢喜下，但是对，但是对。好，来，那这个也卡就是，好，然后呢，大家应该拢知影，就是头段有当时你重新讲一解，你可以再分一次画面吗？对，你再讲一次。漂地是，嘿。漂地形，无唔对，就是漂地形。漂地形是什么意思呢？漂地形就是台语讲的台语的冷知识，就是豆知識，意思其实就是我们平常不会接触到的一些酷的，就是番外的事情。对，那可能有些什么大正小道消息啊之类的，就是有些。动漫里面会有嘛？对，然后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好像可以来分享个冷知识对吧？那洛克，对啊，你们就是学日文的，或者是就是你们都会听到一些很多冷知识吧？你们要不要分享一个就是日本的冷知识？口妈妹分享一个台湾的，还是？等下不对吧？等一下，你不要以为我在发呆哦。等一下，他分享台湾冷知识，我分享日本冷知识，这不是哪边对了吗？哪边错了？哎呦，各位公华的话，没关系。台币。就这样啦，好不好？就这样啦。好了，来，那你们各讲一个，洛可先对。日本冷知识。台湾的啦，你真的要分享日本的？没有，我刚很认真在思考日本冷知识有什么来着。比如说那个京都人给你一杯绿茶，然后他是叫你快点滚的意思。哦，真的哦，金价还是哦，真的吗？如果你朋友啦，有一些啦，确实是这样子，没错。就是如果你去找你朋友，然后你的京都朋友，然后你在他家待了很久，然后他如果端茶给你，然后说，你现在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他是叫你快滚的意思。无啊，我感觉可以当个这一些啊。不是你觉得？我把你尴尬，我尴尬呢。那口妈妹呢？口妈妹有没有一个可以分享的？我想一下。是不是狗宝先？他有讲话吗？那口妈妹，但是口妈妹是有咧讲话。出代志了，阿伯出代志啊！主办单位，我们老鼠没声音喽。对，主办单位又没有声音了。主办单位，恐怕被这样飞出去再飞回来哦。你要不要把它拉进去再拉出来？一个，这样子用碰气，对的。按照这个节奏，下一个会被灭的一种碰气。对，那再来，可能有一天也会，我也会。好，恐怕妹，对，还是没有，现在还是没有声音。完了，没有了，我们再拉一次。恐怕没叫我可以干来。没有声音。哇！哇！这
应该是我们那个有了，对，应该是咱两个对不对？对。所以我刚刚一直讲话，你们都听不懂吗？完全没听到，完全没有听到。哦 ，Discord。哎，你从哪边开始讲的？你在魏朝开始。ずっと喋ってたよ。有看到约定啊！我刚就有看到他在他一直有在讲话，没救了。我刚刚有看到。豆知識の部分ね，豆知識。对，豆知識。豆知識啊，对，结果龙龙鼠还没有讲到豆知識啊。もう聞こえてなかったってことみんな。全然ないよ，你要不要再重新讲一次？完全没有，可以从头讲。好，我的豆知識、日本的豆知識、那个奈良的奈良的鹿，那个他们是那个奈良的那个公园。有名的公园，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怎样？有时候在滑 IG 的时候会看到。那个的鹿是不是有人养的？哦，也是鸭形啊，它是野对生的。鸭形。可是他们是那个早上那个下来公园那边，然后晚上就要那个回去。山上那边，所以他们是会自己走，一个自己走。哦，很酷，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我以为他们住在那里。我今天才知道。对啊，我今天也还会哪来鹿啊？那来鹿啊是邓卡上班呢？上班，一直来上班呢？你这个叫做，你这叫做你这个叫做冷笑话，你这个不叫做冷知识，什么意思？打卡上下班的路，真的也打卡上下班的路吧？好啦，那这样大家都懂了，对不对？安内大家拢吧，对吧？对吧？好，那我们应该我们可以开始玩，不然我觉得今天应该玩不完，可以啦，速度没问题。嗨。只要之后不要再有什么麦克风飞出去，然后对，应该都没问题了。Discord， 我们来给你今晚来拜拜啊！现在应该都没问题吧？声音音量之类的，对啊，要拜拜吗？可以啊，那个吗？对，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我给他就是我给他你有买乖乖吗？就我有买啊，乖，对啊。我刚刚有买，我放在上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是要哭了。等一下去消基会投诉一下，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好不好？我等一下看一下有没有过期，这样之后可能要摆。蒙呆啦，对，DC 的蒙呆，对，DC 的蒙呆啊，蒙呆，那呢就是我已经不太确定我讲的到底是日文还是台语了，妈多厉害！像粤语。OK， 我真的很常，我也很常这样，我真的也很常这样。好，那我们要正式开始喽，那给你来进行开始哦。我们要正式开始哦。好，那孔妈妹这样，你准备好了吗？好，那我们也一样上去。好，来，好，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了。你现在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可以听到。好，可以。好，然后那我现在要开。好，那现在是句子哦。那句子是。这个怎么念？这个叫做你刚爱啉麦克哈。你刚爱啉麦克哈。对，你刚爱啉麦克哈。哎呦，你很会讲哎。你刚爱啉麦克哈。还需要再一次吗？要。好，你刚爱啉麦克哈。你刚爱啉麦克哈。嘿。还要再一次吗？等一下，你刚爱啉，你刚爱啉，给哈，你刚爱啉，背想啊，八成像。你刚爱啉，你刚爱啉，你刚爱啉，给哈，对，你刚爱啉，给哈，你刚爱啉，给哈啊，应该是可以。可以哈。好，来，那我们现在把那个画面偷偷关掉，然后呢，我们叫那个
下一个啊，我好期待洛克啊！然后我们叫洛克上来。好，来，洛克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生日快乐，什么？生日快乐的意思。好了，洛克给他，不是，洛克是张生日对不？你是之前11月9号，9号，对啊，9号生日。生日快乐，这里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哦，来，生日快乐！先传哦，我们速唱一波生日快乐歌，然后传话。好，来，嗨，それで何？老鼠，你刚刚听到了什么？好，那我要跟你讲哦。你听到了什么？哦，你刚爱玲得客哈。贝克哈在哪里？你刚爱玲得客哈。贝克哈在哪里？灵感爱玲贝克哈？为什么？你刚爱玲得客哈。你刚爱玲贝克哈？你刚爱玲对得客哈。其实就标准的，很标准。哦，对。林刚爱林别客好，好，等一下，洛克啊，我要跟你说，祝你生日快乐，祝生日快乐，祝生日快乐，祝生日快乐，好，等一下我就要传生日快乐下去，直接让那个女生直接死掉 ，OK？ 没关系，没有，不是我死啊，这是可以的，孔妈妹，孔妈妹，谢谢。林刚爱玲什么？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林刚爱玲生日快乐！应该是啦，安尼啦，对吧？那林刚爱玲生日快乐！应该是吧？林刚爱玲啥？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对，我要那孔妈妹要下去聊天哦，我要请下一个人来咯。库玛来啦！库玛，你今晚刚跳舞那些啊？呀，嘿嗨，嘿，嗨，你有听到吗？库玛？有啊，我有讲。讲边讲。林刚，那我要念给你听咯。好，可以。林刚爱玲，什么？你真正袂记得？林刚爱玲，生日快乐！下好离手。林刚爱玲，生日快乐！不对，等一下，我刚刚好像有一个东西，好像有漏林刚爱玲，生日快乐！林刚什么生日快乐？林刚爱玲生日快乐！林刚什么？林刚爱玲生日快乐！我不知道，应该是吧？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你哪是讲你台语有没有错？没有，但是我不知道啊，这是台语吗？但是不对，不是，我觉得不对，是整个状况看起来越来越失控了。但是林刚爱玲生日快乐，应该啦，应该是啦。林刚爱玲生日快乐。哇哦，应该是下好离手啊那呢？那 local 你今晚 local， 那你现在下去聊天，我要换。我觉得主办单位应该对我的杀意很大，可是我真的听到这样子啊，不会啦，我感谢你。林刚爱玲生日快乐啊！林刚爱玲生日快乐。好来哦，应该是这样子啦。我还叫迪卡了，我要叫迪卡上来喽。拜拜 ，local 来迪卡，迪卡，你今晚刚调五下，哇，来咯，来了。我跟你讲，我嘛唔知迄是咧讲啥话。好哦，来哦，林刚爱玲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毋过头前我唔知啥物，林刚爱玲生日快乐，唔知啥物话过。林刚爱玲生日快乐随便乱念，应该是庆祝吧？我嘛唔知。林刚爱玲生日快乐，生日快乐随便乱念，这个给团，你们自己传自己笑出来。对呀，是林刚爱玲秘鲁，
生日快乐，爱林碧如的对啊。你是不是爱林碧如庆祝生日快乐安尼啊？嘿啊愈来愈长安尼。啊好，真正是恁讲爱你生日快乐吗？嘿啊，我嘛不知道什么意思。你讲好小，我好笑，我好笑，我不好笑。恁讲爱你生日快乐，真正啦！恁讲爱你生日快乐啊！我唔相信，我唔相信。我听到就是安尼，我嘛不知什么意思。那你们现在，恁即摆爱就推一个无？你爱推一个就正开个咱。推啦啊！我有，我嘛不知。恁两个是无换星座的呢？恁两个无换星座的，可能在想看。你讲爱你，恁阿嬷生日快乐。什么意思？你讲爱恁碰壁生日快乐。恁阿嬷生日快乐。恁阿嬷碰壁生日快乐。那等啊啦！我就要下好你去啊吼！你们要放弃呢？恁生日快乐！恁讲，你干嘛恁生日快乐？你真正确定要继续传下去哦？甲你讲生日快乐，恁讲爱恁生日快乐。好啦，佮嘛讲你安尼讲，我就安尼传咯。我嘛唔知什么意思。哦，你即摆安尼传好，那即摆那你，你现在做歹势啊？那你看，你即摆看即去下骹，去下骹开工，叫Yuna 就来哦，来哦，好来Yuna 即摆刚听我那下。有啊。有啊，好来，即摆团啊。那讲我要来啊。哦 ，OK， 你详细听哦。OK。好，恁讲爱恁生日快乐。恁讲爱恁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就是生日快乐，莫怀疑。生日快乐。恁讲爱恁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嘿啊，看嘛讲头都安尼讲的啊，我唔知是到底是安怎。生日快乐，应该是要林碧如吧？恁讲爱林碧如，应该安尼才对。生日快乐，现在说是碧如吧？我刚刚每一个字都是对的，但是怪怪的。没有给，无懂啊。恁讲爱恁生日快乐，对，就是安尼。对 ，OK。你这样 OK 啊吼 ，OK 啊吼，那你我叫陈如新就来哦，来哦，来，那迪卡先拜拜吼，来哦，咱现在来，来，陈如新接受制裁吧，哈哈，来啊，来咯，你敢爱恁生日快乐？我敢爱恁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你敢爱恁生日快乐？我敢爱恁生日快乐。嘿，生日快乐。你今麦搞大版不？还是讲你要挣扎一下？你今麦撇串一个啊？不是啊，即摆是一句嘛，对不？对。一句是叫做 Yuna again。你敢爱恁生日快乐？你敢爱恁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我敢爱恁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要安怎啉？你即马无度，你即马高答案，你即马敢若剩两条路，一条是高答案，一条是我想一个。你即马高答案，然后高答案。对，生日快乐。对，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Say While，还是 Say While 是啥物饮料的名啊 ？Say While 是啥物物件？我唔知啊。Say While。我敢爱恁，你敢爱恁，我敢爱，是你敢爱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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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日快乐！后壁应该是生日快乐，无毋对啊。头前应该是你敢爱恁，无毋对啊。生日快乐要哪啉？说话啊。你敢爱？你的爱人生日快乐哦！你确定啊？你的爱人生日快乐，
什么人谈恋爱？楼上你谈恋爱哦？哈，什么意思？无啊，你的爱人生日快乐！无啊。无紧啊，你感觉对就是对的啊。好啊，对，你的爱你人生日快乐！好，那呢，咱去下卡公布答案，好不好？做会公布答案。好，来哦。どういうこと？好来啊！来啊！今晚大家，我今晚公布答案哦。公布答案你的哦。爱人生日快乐！是你感觉林贝克哈，哈哈，什么生日快乐？到底什么？生日快乐是都会来啊！生日快乐！我头拄，你等下我原本底想要爱，就是我跟你讲，我原本要的效果是，想讲大家应该有看过迄个你要不要喝啊？你要不要吃哈密瓜啊？或者你就是讲大家讲。哈零啥啦？结果直接生日快乐！哟，祝你生日快乐！对，我就刚刚讲，这个好讲个就好笑。阿妈，你可以讲对，你变生日阿妈，你阿妈想逃了啦！你阿妈想逃了啦！不啦！阿妈你等来，阿妈你休蛋姐。你等来，就是小逃的小休蛋加省啦，对吧？你们有听过那个吗？你要不要吃哈密瓜的那个迷音，对吧？台湾人应该拢听过。要吃哈密哈无？要吃要吃生日快乐无？对啊，要讲生日快乐，要吃生日快乐无？我妈妈刚有听过迄个，你要不要吃哈密瓜？哈密瓜有，我有听过。你要所以那个你要不要吃哈密哈哈的那个吗？你也哈密哈，你哈密哈有够好笑的，救命！对啊，是哈密哈。对啊，一点什么？台语的话是哈密龟，胖龟，刚刚是胖美容龟，美容嘛是美容，直接美容不是有啊，像 pancake 好像台语也是 pancake 一样。对，因为台语有就在日本，就是它也有很多日文直接过来。这汉语，知道巧克力，巧克力，购有啥？我头多美容龟，其实蛮多外来语的吧。我一直想这个可不可以讲？就直接台罗赖吧嘛，很多路嘛，头多但是一直收掉就是 QK。我刚才是想要 QK， 可是好像不能讲，就是可是我刚刚又不知道，我刚刚又想不到其他的这样子哦。回忆的啥呢？对，欧多拜，对。康棒嘛是，还有卡凳，对。阿当马空格里，对，回忆就带帮我阿当马空格里，私じゃない？頭くくりの私。我确认一下，所以那个最后答案是什么？那个绿星那边回答了什么？我们刚刚没听到。你讲你的爱人生日快乐，完全无赶快啊 ！Sorry，对啊，他说你要不要喝米克夏？对啊，不是，你干嘛爱林生日快乐啊？爱林生日快乐啊！孔妈妹讲跟我讲的应该就是林刚爱林生日快乐吧？不是，我是没有吧？跟你说那个，你刚没给。我这么赶快吧？好啦，那你我们现在生日快乐。对啊，你丑一了，你丑一了陈绿心，哈哈。对啊，但起码第二题啊，起码第二题，好不好？还不都是因为有人刚刚这边跟我唱生日快乐。那我们现在要不要第二题？我们第二题好不好？让大家血池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第二题哦。孔妈妹准备好了没？你准备好了吗？好，准备好了。可以。那我们现在再去其他地方，他们一个听不到的地方来。好，你今晚刚才我们只有我们两个了，然后我们来公布一下第二题
第二题啊，等我一下哦，我们来找一下我的字卡。好，第二个是斑纹。那斑纹这个动物真勇敢，比较长哦。你先听我念完，好吧？斑纹这个动物真勇敢，因为伊是特有种。结束了吗？对。那我再念一次，我再念慢一点，再念慢一点。斑纹，对，这个动物，对，动物，对，斑纹这个动物真勇敢。斑纹这个动物真勇敢。对，因为伊是特有种。因为伊是对，特有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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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其实你念的是对的，其实你念的是对的。特有种。这一次斑纹这个动物。斑纹。斑纹对，这个动物。斑纹这个动物。真勇敢。对，因为伊是特有种。好长哦！真的好长，我刚念完，我也发现很长。没关系，你就传下去。我相信他们会补回来的，他们一定会补回来。对，一定会。斑纹这个动物。勇敢。真勇敢。对，伊是，因为伊是，因为是有种。有没有问题？就是这样。不，你讲的是对的。真的吗？相信不？对，相信后边，你要相信后边。对，我们相信后面的人。来哦，那我要请别人上来喽，我要请他们上来喽。好，那洛可，你要相信洛可啊。好，洛可，你听得到我们说话吗？听得到啊。来，请问我完蛋了吗？应该还好。对，我相信后面有人会补回来的，你们要相信自己。好，经过刚刚那次之后，你还要叫我相信自己？对，嘿。好，你可以啦。好，こまめちゃん大丈夫？你 OK？ 你应该是可以。你看起来好像你是一个快要爆掉。快点！你说下。斑纹这个动物真勇敢，因为伊是特有种。你是对的。斑纹加什么？斑纹这个动物真勇敢，因为伊是斑纹这个动物。斑纹这个动物。这个斑纹这个动物。对，他讲的是对的。斑纹这个动物真勇敢。斑纹这个动物真勇敢。はい。因为伊是何字？因为伊是特有种。特有种って何？特有种。わからない。もう一回よね。
版本这个动物，版本这个动物版本这个动物真勇敢，真勇敢，因为因为伊是伊是第第有劲，第有劲，好。第有劲。好啊哦，好啊哦，可以啊，可以啊版。本这个动物真勇敢，因为是第有劲，我操！哦嗯哇哇哇哇哦哇哦！你会使啊吼？可以吗？你现在可以了吗？我不知道，应该吧？我甚至不知道我可以了听了前面挖，快点下一个我的。来，快吧，来，快点，库马！版本库马听得到吗？真的假的啊？救命！有。哦，版本这个动物真勇敢，因为伊是第有劲。敢若搁一摆版文，版本这个动物真勇敢，嘿，版文这个动物真勇敢，因为伊是因为伊是第有劲。有劲，嘿，啊，毋过我毋知啥物动物。你也在叫团，你其实可以造船，对。版本，对，是。版本，我卖讲话。版本，版文这个动物，我卖讲话，嘿，因为伊是第有劲。哦，版文，版文敢啊？版文，版文，我日文口音有很重吗？一个讲一摆啥物动物？版文，版文敢啊？版文这个动物真勇敢，因为伊是第有劲。他们大概好，会使哦，会使我叫叶一来哦。好，完蛋了，完蛋了，救命！版文，来，第一卡，成功。嘿，我毋知啥物动物，嘿，我甲你讲开始。好，来，版文这个动物真勇敢，嘿，因为伊是第有劲。版文是啥？我毋知。版文是啥货？版文这个动物真勇敢啊，因为伊是第有劲啊。嘿，啊，毋过版文是啥？版文，毋是斑马吗？毋是斑马嘛，毋是第有劲啊。啊对呢，嘿啊，版文是啥货？版文这个动物真勇敢，因为伊是第有劲。嘿，啊，版文到底是啥货？好，安尼我知啊。版文这个动物真勇敢，因为伊是第有劲。好，来，来哦，那我们叫 Yuna 上来啦。好，来 ，Yuna， 你刚听到我的声？好，Yuna ちゃん，我要来讲啊哦。OK，其实我嘛毋知是啥货，你先小听，OK，版文这个动物真勇敢，吼，因为伊是第有劲。版文是啥货我毋知，我卖问我。版文第有劲吧？第有劲是第有劲啦，第吧，应该是版文这个动物真勇敢啊，吼，因为是第有劲还是第有劲？版文这个动物第有劲。再一次，版文这个动物真勇敢吼，因为真勇敢，因为版文这个动物真勇敢，因为伊是第有劲。版文这个动物真勇敢，因为伊是第有劲。版文。哇！你今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爱叫迄个东西上来哦。来哦。来哦，等先，即嘛。OK。版文这个动物真勇敢，因为伊是第有劲。这个动物真勇敢，因为伊是第有劲。嗯，这个动物是啥？
版文，版文，这个动物真勇敢，因为伊是地友警。我感觉后壁是对的啦，这个动物真勇敢，因为伊是得有奖。你会使先较量嘛？你若是想，那你若是想好，咱就去下骹。版本这个物件，这个动物勇敢，因为伊是得有奖。版本念着就好啊，念着就好啊。你即马，嘿啊，所以你即马决定好答案啊，还是？我的答案是版本这个物件，这个动物。哦，那安尼稍等，咱去下骹，咱去下骹做伙看，来啊。版文。哦，你即马开始公布答案啊哦，我要公布答案啊。版文是，等下先，版文是啥物啊？你想要你的答案是啥？版本这个动物真勇敢，因为伊是得有奖。对，可是主题版本到底是啥？你念的是对的啊，所以讲其实会使算你对的啊，就是版本这个动物真勇敢，伊是版本啊。所以讲所有人应该都唔知影版本是啥物物件对不？你都不知道。版本就是天高的迄个网啊，樱花钩吻龟对，就是你们大概知道了吧？孔妈妹这样，你知道樱花钩吻龟是一个樱花钩吻龟，对，它有种是我们国家保护动物的一个种类的名字，对，然后特就是。同时也是华语的那个 super 秋，对，有种就是刚好可以翻成勇敢。有，现在让我用冷笑话开始语言教学，就像这个教育团体一样。对啊。版本这个动物真勇敢，因为伊是地有证。哦，那我觉得我念的应该还算蛮对的。版文这个动物。孔妈咪念安尼后壁是发生什么代志？头拄还变做生日快乐，搁变做啥？不行啊！我跟你们讲，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等一下只能传，我们之间只能传，而且为了我荷包的关系，我们等一下传话限制3次，就限3届，就3届了，我就会直接叫人来安尼。好，那我们时间因为有点紧凑。简单话一下顺序。会使，你嘛会使简单话。我想要甲洛克换来我头前，啊，其他叫就是孔妈妹传呼，孔妈妹传呼，Yuna 传呼迪卡。我都可以陪陪串起来喏。我跟那只老师距离好远。你不能因为我生日快乐，你不能因为生日快乐就把我移到最后呢？你要确定呢？我没有那么正犯吧？就是。不是，我是相信你会当甲头前变唔对的变回来，安尼。你要确定呢？记得刚刚那个生日快乐，你要确定呢。头前有问题，不要紧，伫你家就 OK， 大丈夫啊。好，那我们现在不要紧啦，头多不是丢啊，头多就丢啊，刚刚对啦，对不对？是不是？对啊。那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来啊。最后一个我压力很大哎。好，那现在就是下一个咯，下一题。好，那下一题，孔妈妹准备好了不？你准备好了吗？好，那我们来哦。现在你听得我声音吗？可以听到的。应该听到我。好，那这一句比较短一点。那我今嘛念给你听哦。你遐个会呼？你遐个会呼？对，你遐个会呼？紧替我买。紧替？再一次，你遐个会呼？你遐个会呼？
紧替我买。紧替我买。紧替我买台积电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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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股票。你你遐个会付？我再念一次哦，我再念一次哦。你遐个会付？你遐个会付？紧替我买台积电。啊，我没有分享画面给你看，等一下，稍等一下，我们再看一次哦。你紧替我买台积电的股票。你遐过会付？紧替我买台积电的股票。我刚刚安尼其实对会使啊，你敢卖叫 Yuna 进来？不要再一次。好，那再一次，最后一次哦。好，最后一次哦，上尾一届哦。你遐个会付？你遐个会付？紧替我买台积电的股票。好哦，那现在我们要下一个人哦。好，我要带这个给你喽。好，那我要把 Yuna 叫上来哦。好，来 ，Yuna，你今晚刚听我话声。好。嗨。你遐个会付？紧替我买台积电的股票。你台积电的股票？卖，前面的你遐个会付？紧替我买台积电的股票。你即马上尾一届啊！等下上尾一。遮个会付替我买台积电的股票。莫改。你遐个会付？紧替我买台积电的股票。你遐个会付？紧替我买台积电的股票。好，那我叫下一个人哦。OK。我叫一个人哦，来哦。下一个人我看卖，我即摆复习一下。哦，是库玛，来哦。库玛即摆刚听我的声。我。OK。来。你遮个会付？紧替我买台积电的股票。你即摆个会付？替我买台积电的股票。你即摆个会付？紧替我买台积电的股票。紧替我买台积电的股票。你即摆个会好2摆啊，对无？对。2摆啊！哎，个最后救命啊！我真正是，我真正是。你即马个会付？紧替我买台积电的股票。好。哦，即马下一个哦，好来哦，过来是迪卡对无？嘿，来，迪卡，即马刚刚听我声。等下，足紧诶，这摆足紧诶，嘿，打败你啊！我打败来，嘿，来哦，你即摆个会付？替我买台积电的股票。好哦。是有意思，现在赢。你即摆个会付？替我买台积电的股票嘛吼，会足贵呢。系啊，我应该无记唔着吧？我应该无记唔着。你讲买会起？我应该无记唔着啦。现在先开杠啊，先开杠，为什么我先就摇了起来了？所以你们确定了吗？你即摆个会付？嘿，替我买台积股票。替我买台积电啊，好啦，股票啦，好，OK，三张，伤贵啊啦。好，来先贵啊，上尾是库玛来哦。
毋是库巴啦 ，local 啦。什么？一直讲唔对，一直讲唔对。来哦，即马话你啊？什么？好来，真少听哦，都可讲。ラストのプレッシャーが強いですね。あ、最後的壓力好大。はい。はい。ではお願いします。はい。你即马可会付啦？赶紧替我买台积电的股票。你等，你这不是安娜？你在咧等？慢！我打讲，吼，你不要紧张，等下，我再一次。你即马可会付？你即马可会付？对，替我买台积电的股票。你即马可什么？嘿，你即马个会付？你即马可会付？对，替我买台积电的股票。替我买台积电。台积电。对，台积电的股票。股票好。对，嘿，你即马可会付？嘿，替我买。对，台积電嘅股票。台積電嘅股票。對。完璧です。哦，来哦，今晚我要叫陈雨欣，我要叫陈雨欣上来哦。好哦，来哦。陈雨欣来哦。生日快乐啊！哦好，来。生日快乐，我这边艺术了。你即马可会付？替我买台積電嘅股票。哈，大丈夫。哈，我即马可会付，你即马可会付。替我买一张。你即马台積電嘅股票。你等下才讲。对，即马是你已经选好我答案对吧？你已经。搁几盖 ？OK。靠近应该是。你个讲你看，你即马可会付？替我买台積電どっちわからん。台積電的股票。替我买台積電股票。你即马确定啦？安尼咱做伙落起来哦，来。我即马。大家即马应该拢听有声吼，来，咱来公布正确答案。我甲恁讲，恁团唔对啊，是你遐个会付，紧替我买台积电的股票，是你遐，毋是你即马。是我。是你遐个会付，你遐个会付啊哈！你遐个会付，你那边对，你那边还来得及，帮我买个股票。我应该没有到正份吧？应该没有吧？没有吧？没有，不会，没事。我脑袋还在想着樱花公龟，想对。对，爱行大家讲解就是拍摄，好不好？我们其实我刚刚讲错了，其实刚刚应该是主办方的问题。对，我的问题，对，我一直就是讲，就是迄个樱花公园叫做班文，但是头拄仔我有收到私信是讲文班，它是文班，对，文班，对，详细物件主课，陈雨欣替我搭伫咧迄个开讲室内底。哈，我袂当开开讲室啦。毋是啦，我是讲迄个公司台台开讲室，今嘛先开安尼。文班哦，文班。道歉，我现在对不起，对，文班，对，文班其实就是迄个，就是有文的，对。来，すみません，那个道歉台的部分我会开在我自己的台吼，然后这样就可以脱衣道歉了。好，谢谢。好，多谢托up，我等下 copy 多谢托吧。然后呢，过来，好不好？我们其实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之后等一下最后一题了，好不好？最后一题定生死。对，因为你上尾一题，若是讲你是对的，我就请你去食咖喱饭，安尼敢会使？那你当先请我食饭啊？
什么艺术？好哦，那我们下一题要口妈妹，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好了哈，那我们就先去上面啦。我就看聊天室叫我去当第一棒，很可怕，请不要。好，来，好，你现在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口妈妹。好 ，OK。然后第四题，最后这哇，开钢是哇开钢是哇开钢是对，有一大堆人形的对，要再一次吗？哇开钢是开钢是哇开钢是有一大堆人形的，一大堆对，一大堆人形的对，要再一次吗？最后一次。哇开钢是有一大堆人形的，一大堆，一大堆，啊，いけるかな？对，開幹是，哇，開幹是，一大堆人形的，对哦，你这样你觉得 OK 了吗？可以了哈。好，那我要叫 Yuna 上來咯。好，開幹是，哦，開幹是，はい幹是，哎 ，Yuna 你聽得到我講話哈？來哦，開幹是，好，哇，開幹是有一大堆人形的。開幹是有一大堆，哇，開幹是有一大堆人形的，人形的，人形的，開幹是有一大堆開幹，人形的，人形的，人形的，哇，開幹是有一大堆人形的，已經團3擺啊哦。那 OK，哦，那孔媽妹先下去聊天哈，我先講。是有一大堆人形的。你現在猶豫嘛？庫瑪你有聽到先？庫瑪你這樣聽到聲吼？有吼？嘿，我今麥聽到啊。好，來啊！哇，開幹是有一大堆人形的。哇，開幹是有一大堆人形的。一大堆人形的。第三擺。好，第三擺。哇，開幹是有一大堆人形的。開講是有一大堆人形的。哇！會使啊吼，會使我叫迪卡來哦。好，叫迪卡來哦。迪卡，你今晚剛聽有聲？好哦，我伫遮。我聽無。你聽無？嘿，阿要講哇！開講是一大堆人形的。哈？你擱講一擺？哇！開講是一大堆人形的。開講是一大堆人形的。人形是啥？小妹一解哦，好，好，過一解。好，趕快。好，哇！開講是一大堆人形的。好，開講是一大堆人形的。好慘啊！我嘛唔知你啥意思。那你 local， 你今天想要講小妹姐的是洛克洛斯特，你小蛋姐啊！來 local 來啊！你就要聽到聲吼，你現在有聽到聲音吼？聽有。
哦，跳舞。然后 local 这真正哑巴，这真正哑巴呀！哪次不哑巴？哪次不哑巴？你不要讲的好像前面很简单一样。继刚刚台积电之后，我已经什么都不相信了。什么？好，那你要准备好了吗？準備いいのかい？ロコちゃん、いきますよ。はい。哇，開講是一大堆開講人是啊？開講是一大堆人行呢？我開講是有一大堆熊的人行呢？人熊是什麼？我們不知道。個一擺好吧，最後一擺。哦好，好。來哦。哇，開講是一大堆人行呢？我開講是有一大堆人人行人行呢？人行的。對。好 ，OK 哦，OK 哦，我已經放水啊！我頭拄仔互大家團就一解，然後你要叫陳雨欣起來哦，我要叫陳雨欣起來哦。我開。好哦，那迪卡先下去聊天，來，陳雨欣，換你了。OK，我嗨呀，我知影，嗨，什麼？我開講是有一大堆林雄，林雄呢？開講。我開講，我開講是有一大堆林雄呢？好，我開講是，你好，現在做遐尼有信心啊！你基本上是，我無是，嗰一屆啊，你會使。我開講，多幾，我開啊，不對，應該不是開幹，等一下，因為再開幹我就要戰犯，等一下，我開講是有一大堆林雄呢，多分，大概是這樣。林雄啊，應該是狼雄。我開講是有一大堆人熊呢，應該是這樣。你開講是什麼？一大堆。我單女星。開講是。單女星。係。單女星，今擺確定大阪啦哦。好，我確定啊。你確定啊？吼。哦，那呢咱做伙落去，好不？好。好，那呢來。好來，大家，咱今擺愛，好。我到底念了什麼？公布大阪，就是我們答案是哇，開講是有一大堆人行呢。啊，哦，你先講。我開講是，嘿，有一大堆。我一開始講人熊嘛，有一間講人嘛。你驚你啦！我就是哦，人形嘛，就是老虎生嘛。我開講，你頭拄是講我人形，有一大堆人形。但是我今麥這跟他無法度算你對，這好像沒有辦法算你對呢，因為頭前應該是我，就因不是我。你們知道不一樣啊？我是歌，我是哇，那不是就是念哇嗎？我聽起來不是念哇嗎？哇跟哇不一樣，是它中間有一個歌的音，就是有點像你輕彈的時候的歌柳哇。他剛剛是說哇，對，所以我準是你甲我迄個我，對，所以不算對。哇，對，所以不算對，對，所以講無算對安尼。我剛剛念什麼東西來着？糟糕，哇，開講，到底是哪一個啊？開講是，對，開講是，我覺得開講是什麼東西啊？開講是就是留言區哦，對，就是那個
狼熊，对，所以你们现在有看到开刚写就是你们留言区啊，留言区现在就是一大堆现在在讲话的那些，对我哇，就是没有啊，我在为他们吗？还是对，狒啦，狒哦，对，狒比较可爱一点，对。我可以插播问一个问题吗？嘿，山道猴子的台语怎么念？山道狗啊，山道狗啊，就刚好开啊，就山道狗，山道狗，对啊，这是什么？他们生气了，我跟你们讲，我是在听你们谋福利啊，这在我们业界是一种奖励，你们知道吗？没有，你们可以刷香蕉表符。对啊，而且你们今天真的不知道被骂了几次刚刚还一大堆人问说啊，狼hình是什么？好啦，今天我跟你讲，你们想要知道什么是什么啊，就可以上我们今天好不好？咱今天里恭喜带一带，现在这样几挂书口，这些词库看起来好像都是新的词啊，是因为我们公司台语台一直以来都有在做啊，他们都有在做一些很酷的台语，然后放在这个台语新词词库里面。就我们现在看到你们现在可以看到画面嘛？你们现在可以看到画面对不对？对，然后再来看我们的那个荧幕后面呢，其实就是可以拿来学台语，因为公司其实有在做新闻，他在做新闻，所以就是新闻上面就会有一些新的词需要用。那他们平常做完之后就会更新到这边。你们有一些比较想要看的吗？对，你们有没有比较想要看？孔妈妹，你有什么比较想要看的吗？这个马铃薯薯条，马铃薯。马铃吉哦，马铃吉，你要不要把连结的那个连结放在那个聊天室置顶，让人家点啊？小编，阿呆，救你啦！阿呆，可以把连结放那个聊天室置顶。先创无马铃吉，阿呆你马铃吉，先创我找无。阿呆你马铃吉，头拄仔我找无呢？为什么没有？你看，文班叠加，可是马铃吉，没有还是讲伫后边，我头拄仔无找到呢。阿呆啊，安怎？我查，你查，会使啊？马铃吉条啊。想到人查的有，你查的无啊？我查有咧，有啦，歹势哦，阿呆，歹势哦，大家应该就会使看到吼，就你刚刚一查马铃薯条，就是薯条的意思，就是其实内底有足侪迄个会使，而且你会使点入去，一点入去了后，他们还会有这个，就是可能是因为这是新闻出来，它是新闻出来的。就有汉楼、台楼还有华语这样子，就会有很多可以给大家参考的地方。对啊，跟那里时间嘛差不多啊，所以讲我们也要进我们的尾声了。对，那但就是伫咱那细网络的时阵，我嘛是想要问看每一个代志，还有但就是一个代志，你我头拄有感觉混乱。对，但是你选一个，你嘛选一个迄个书，你有什么想要看的吗？我感觉人形都袂歹啊，也是无爱头拄仔看过啊。头拄仔人形大家应该拢有看到啊吧？你再选一个，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好吧？够啥？够修大事件，就是踩踏事件。够啥？内容农场，还有什么？内容农场，老鼠的台语。老鼠的台语就是鸟畜，有鸟畜吗？鸟畜跟鸟气其实都会使，都会使，所以是叫鸟畜哦，不是叫鸟气哦。拢会使，它是拢会使叫做方言差，就是它是方言差，就是方言的差别这样子。所以其实咱今日其实有小小伫咧，所以讲嘛，差不多是到尾声啊。我唔知影大家今日敢有欢喜无？你们今天有
比较开心嘛。哇，就欢喜，因为应该有欢喜哇，大概对，我相信欢喜对啊，对，相信今仔日就是观众嘛，就欢喜啊，对，可能希望大家使插一寡知识。转去安尼，今日就感谢大家，就是参加行销主持的即个阮的长的气话啦。感谢孔妈妹、Yuna、吉卡、库玛，还有气话是我写的，我头拄就是讲我自己好棒。无啦吧，就是嘛就感谢着陈如新伫来遮着甲我共同主持，啊，讲有恭喜大家。多谢写气话的老乡啊！好啦，不用再讲一次啦！哎呦，歹势噶！好，那呢就是你有甲伊阮的气味当起赞啊，起订阅，佮有甲另外炮开好，甲上重要是欢迎使用就是第一代以下团新即个 tag 伫 Twitter 顶面啊，是讲伫其他 SNS 顶管甲。咖喱的感想分享好问安呢，就是我在用华语说一次，就是重要的是就是你们也可以一键3连嘛，对不对？就是订阅、按赞、小铃铛，然后再来就是可以使用我们 tag 以身传声，然后在推特或者是其他 SNS 上面分享你的感想啊。看开已经伫各位无时间啦，快没时间了，今日就感谢大家来遮到了，我是时下新民代理人，我是吴星啦，哈。大鲁信啊，什么意思啊？但是要等你我在等你结尾啊！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我是大鲁信，那你大鲁信，拜拜，大家后摆再相会，好啦。我们要进尾声了啊！稍等迄个local 今日也开迄个图画台啊，我们就是降过去吼，大家要一起降过去，大家后摆再相会，拜拜。